台湾看世界，来看越南的首都河内。天气无好，互湿冷的空气规个打掉咧，所以空气中污染的铺粒啊，无法度散掉，从而形成雾霾。结果，互这个河内，佫将做全世界污染程度上界严重的都会区，这个能见度一度是无到10公尺，影响到37架航班的降落，还有50外架这个航班受到延误，对民众的健康嘛是一个大威胁。 车路拢是汽车甲乌托邦，台湾人真熟悉这款的场景，这是越南的河内。因为台湾甲越南无共款的是，台湾的都会区电动机车甲电动汽车的数量已经愈来愈多。越南首都河内为初二开始大雾霾，空气的品质指标捌超过200，达到真无健康的等级。国互瑞士空气品质监测公司评定为全世界污染上严重的都市。 Tình hình ô nhiễm Hà Nội cô nghĩ là do phương tiện cá nhân nhiều, rồi bụi mịn của xây dựng ấy, mà thời tiết nữa, thời tiết lạnh xong rồi nói chung là gâ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của người dân. 有的人目睭互垃圾空氣刺激甲目睭爬袂緊，有的人轉去了鼻孔攏是烏的，所以講有一寡民眾出門的時攏會掛喙罨保護健康。遠遠看過越南的首都河內，天頂攏是茫茫渺渺。 依照世界銀行2021年的報告，河內市800萬台汽機車排放的污染佔河內空氣中氣價的3成，工業排放的污染佔另外3成。越南政府知影講這個情形真嚴重，除了引進電動的公車，佫將工廠徙去郊外，抑佫看會出來效果無好。越南民眾才為經濟成長付出健康的代價。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